跨喜马拉雅自行车赛呢，是我们对接“一带一路”吧，深化这个对南亚的这种合作交流。然后呢，就是把这个体育啊做成我们尤其这个自行车赛，做成国际的一个顶级的品牌赛事。It's our first time here. It's a really good race, and I really hope to come back next year.